介绍这首歌，你们就这样唱了。你们还得到你们的掌声，也谢谢你们。刚刚那首歌叫《海边捡贝壳》，的是妇女会唱的一首歌。阿美族有一群人是住在东海岸线的，然后你去花东海岸，台东市以北一直到花莲的，都是阿美族，大部分中间有加了一点点的噶玛兰。他们也常常跟阿美族生活。然后海边姐妹可是女生去海边捡拾一些贝类可以吃的时候会唱的一首歌曲。然后我们试一下打反拍，很难哦。那鲁啊那咿呀那哟呀哦吼哦呀哦啊哎呀，有抓到嘞。咿呀那鲁啊那咿耶呀吼呀那咿呀哦嗨呀，吼哎呀那咿耶呀那哟咿吼呀，吼呀那咿呀哦嗨呀，吼呀吼呀那咿耶呀，吼呀那咿呀咿，吼哎呀那咿耶那哟咿吼呀。你们好厉害哦！还是你们是看我的手就是这阿美族的在唱歌的时候，在打拍子是这样。没办法，不会一直这样打，因为这样打很痛手。所以打得慢，配着节奏这样。会唱的话还会一起踩脚步，会跳舞这样。这是阿美族在唱歌的时候，如果有碰到老人家或年轻一辈在唱传统歌的时候，你们要配打拍子就这样，不要这样。我们又不是摇滚区。这个唱歌都是属于比较即兴的，然后开心的时候会唱，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歌曲。那这首歌是阿美族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歌叫《请问芳名》。然后歌的意思我很久没唱了，我也是就是刚刚才练习。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实在太好玩了，然后因为我知道你们有人会去嘟啦，然后可能会有人唱这首歌。那鲁啊那鲁啊，哦嗨呀，生气。那鲁啊那鲁啊，有起马古里拉哇哇，好，当做练团哦。歌的意思很简单，就是那个在路上碰到一个，我们讲那个娃娃或者是沙发，通常都是女生，男生在讲他喜欢的那个女孩子，娃娃就是其实真正的意思是孩子，沙发就是讲晚辈，但是如果是喜欢的女生的话，他也会这样称呼一样。然后他会那个男生因为很喜欢那个女生，他就会问，就想要问那个女生的名字叫什么，他就故意都。就是傻干妞这样就假装那样问他，结果那个女孩子不回答他，他就这样。就是阿美族虽然是母系社会，有时候还是会很含蓄。然后当然没有问到名字不好，就没办法认识就不会有下一步所以那个男生又再一次想要但是有点不太好意思去再问一下那个女生的名字这样。然后这个女生。第二次的回答还是一样，所以这首歌的结局是无言的，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失恋的时候一个人的心情，他碰不到一个他喜欢的女孩子的一个，但是最近就被阿美族的年轻人流传了，然后听起来也很欢乐，其实它是类似失恋无罪这样的歌曲的感觉。来听听看，好简单简单唱歌都很短。那鲁啊，那鲁啊，哦哎呀，有起马古里拉娃娃，有萨卡牛汉那古萨卡牛汉那那。no maku sana kulawawa yo tapai
记嘞。你在，姐姐怎么唱啊？来，我的姐姐，那个有个啊哦，有骑马，古老那糯米树，哈那古，有在把起发那古里拉娃娃，马布鲁萨克卡米里在，萨那古拉娃娃。那鲁湾，那鲁湾，哦海洋，有骑马古里拉娃娃，有你在喊那古，萨卡牛喊那麦努马古，萨奈古拉娃娃。谢谢。好，我不能再改部落的歌了，到时候你对部落的印象完全不一样。然后就是这几年，就是我自己发觉部落的年轻人开始也很喜欢唱一些传统歌谣，我自己还蛮开心的。啊，当然这些有趣的歌就在我们年轻人之间就这样不断的流传出去。然后让我自己也有做一些比较纪念性的，这首歌是因为我看到了有一次，就是都兰部落举行了将近30年没有举办的一个仪式，它是一个仪式，就是祈雨祭。30年前开始有气象电视台的时候，再加上宗教信仰的关系，然后再加上政治的压迫，原住民开始对很多祭典就是茫然说这些事情要不要继续举办。然后祈雨祭，其实在阿美族人观念呢，它不是真的无私去祈求的。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面，神啊是很怜悯人类人民的，就是他怜悯大地这样。然后越可怜的人，越诚心跟上天祈求的话，上天会越愿意赐福给他。然后下雨这件事情呢，就是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连巫师有时候他也办不到，但有一种可以办得到，就是部落里面最可怜的人的祈求，上天一定会听得到。然后通常这样的人呢，都是寡妇，最好是老公死掉，孩子也死光光的那一种，这样很可怜，真的太可怜了。可是他必须要有一个大爱。因为这样的人通常有时候长久下来，心里会变得比较孤僻，因为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人。当然他会比较保护自己，有时候就是受过伤的人或脆弱的人都会这样子的。可是如果这样的人愿意为部落祈求，展现出他的愿意把他的内心的大爱释放出来，那不得了了。所以祈雨祭通常都要这样的妇女。老妇女来开口，天空才会下雨。然后太久没办了，然后部落的老人家就凭着自己的印象，就纷纷扰扰的讨论出来以前的办祈雨祭还没有教会还没有气象主播的时候的那样的情况，用记忆把它拼凑起来。我第一次看到，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怎么样。
就刚好下雨了。在暑假的时候，就也是在丰年祭之前，大家也吓一跳，因为在场见证的人非常多。那我就回去在想这个事情，大概隔了1、2年之后，这首歌就从我脑海里面再次的浮现。但是我自己创作，我用那当下的感觉去创作的。纪念那个有大爱的老妇人，奇异的妇人，献给各位。呀。